大家好，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嘅係排球嘅攔網。首先我要講攔網嘅作用，等大家明白攔網嘅重要性先。好啦，咁我依家為大家介紹下咩叫攔網先啦。喺排球世界入邊，攔網係一項好重要嘅技能。喺對方殺波過嚟嘅時候，就需要攔網手去做第一道防線，抵擋對方嘅進攻。而咁攔網主要就有三個作用。第一就係直接得分。當對方進行擊球嘅時候，攔網手可以跳起，利用自己嘅身高同技術去攔網。咁如果攔網成功，個波會直接掂到攔網手之後彈返落對面嘅牆度，咁就可以得分啦。而第二個作用就係減低對方擊球嘅威力啦。即使攔網未能夠完全阻擋對方嘅擊球，對方嘅擊球如果俾攔網手掂到之後，個波嘅速度都會減慢，令到後邊嘅隊友更加容易守起呢球波，甚至係將對方嘅擊球改變方向，將佢向上托起，令到個波向上彈，咁隊友就有更加多時間將佢接起啦。第三個作用就係限制對方嘅擊球路線，通過單人攔網、雙人攔網，甚至三人攔網，喺對方擊球手面前形成一面屏障。越好嘅攔網手可以形成到越高越闊嘅屏障。如果擊球手想避開攔網手，就需要將排球喺攔網手嘅側邊或者上面打過去。通過限制擊球手嘅進攻路線，可以令後方嘅隊友更加容易進行防守。甚至有時，攔網手對擊球手施加嘅心理壓力可能會令到佢哋意外咁將個排球擊出界外。